来看上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拄宣布针对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美国的部分商品所课征的25%关税，要延长到4月初2实施。川普讲，这个决定参美国国市报价无关系。 Well, there are no delays at all. No,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rket. I'm not even looking at the market. 美国总统川普吹打讲，全世界股市下跌，甲伊决定然后对美国上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一个墨西哥扣关税无关系。美国股市吹打收盘，纳斯达克指数进入修正期，标普500报告11个以来上低。Le dije, estamos teniendo resultados, presidente Trump. ¿Por qué ahora que puso las tarifas? Pues cómo vamos a seguir cooperando, colaborando con algo que daña al pueblo de México. 虽然墨西哥查到32公斤的芬太尼会当合成做鸦片，搁输入美国，所以是川普对墨西哥上不满的问题之一，因此对墨西哥提出关税。对前几礼拜，墨西哥打击帮派交出20个月和美国当局对接的嫌犯，伫两国边境部署1万墨西哥的士兵。因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最近甲川普通电话，内容实在真趣味。 我台话伫咧会当有限的未来，将会继续进行贸易战。If you want to be a numbskull like Justin Trudeau and say, "Oh, we're going to do this," then it's going to tariffs are going to go up. But if you want to sit back, have a discussion, they all have my phone number too. 川普宣布4月初2进前将会暂缓对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扣25%的关税，内面包括伊第一任期讲成的美墨加协定所包括的范围。墨西哥大约有一半的商品伫咧美墨加协定的范围内，加拿大比例较低，所以这两个国家也是有一寡商品会被扣关税。 川普为什么改变想法？北京的官员讲，是因为汽车制造商答应家己的供应链迁登去美国。一个就是加拿大甲墨西哥伫咧因为芬太尼而死亡的方面有努力。就伫川普宣布延后关税了，加拿大财政部长讲，未继续对几60亿美国商品扣第2波关税，不过安大略成讲会继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